能不能告诉我，不给我转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可以告诉你，原因是你实习了3个月，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我不知道，这3个月以来，我从一开始看见遗体就害怕，吓得手脚发软的废物，到现在，我学会了怎么防腐，怎么把舌头塞进去，怎么合上他们的眼睛，怎么替癌症去世的病人填塞他们凹陷的脸颊。我一点点的学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挺不错的呀。真想留下来？你要真想留下来，你就去各部门轮岗吧，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殡仪馆。就这样。我开始了我为期2周的轮岗生活，我接触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往生者家属，人生百态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遗体接运车队、火化班、宣传接待处，看到好多崩溃的家属，他们是突然的崩溃，前一秒还在极力的维系着基本的理智，后一秒就不顾一切的宣发情绪，他们痛哭、撒泼、甩我耳光。又或者拉着我的手对我鞠躬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他们要不然就是喋喋不休的讲述，要不然就是千辛万苦的遮掩。不管是怎样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去的人安心的去，活的人安心的活。反正不是某个瞬间，我就是突然有一点明白了，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越明白，好像就越不敢。我想，殡葬行业之所以存在，不仅仅是为了处理逝者的遗体，更是为了告慰生者的心灵，去抚平伤痛，让他们看到亲人在死亡中所获得的尊严和平静。如果像我之前说的，只是一味的挑战高难度的入殓项目，那是把这个行业看得太浅了。熟能生巧的技艺可以培养，但对死亡的共情和理解不能。要知道死是什么。你看这条道，看见没？黑黢黢的，那是走的黑，这就是死。你为什么要办这个？能挣很多吗？我就是想给这个黑黢黢的道上点一盏灯。我知道你们对我心存疑虑，但我还是想说，赵3月不是冷酷的机器，我只是需要时间去成长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